老六在这里，老六是一直盯着老六，来打个招呼嘛你。大家好，我是你还犹豫什么？你不是老六吗？老六。大家好，我是老六，你还犹豫？大家好，我是小爱。还犹豫一下了？你是想你到底是老六还是小爱是吧？你就是老六。看每个石头上面我们都设计了一朵兰花，那个吊兰，金边吊兰嘛，这个叫。然后也有买了大概有10公斤的种子，就是以留着后期那个以备不时之需。到时候这个是临时挖过来的草，然后呢，我们后期的话可能会种一些专业一点的草，就是这样暂时是先用着，就是拿这个草皮，就是说临时是吧？看着有那个意境，后期的话咱们再培育一点草给它铺上去，就是这样的呢，就看起来就错落有致的这种花坛哈，中间点缀几个石头哈，这样看好不好看？就从这里看上去，咱们的花园呢就给它设计的就特别好看，特别就是说看着特别的温馨的那种，不会说是乱七八糟的随便种，不是的。哪个花该摆哪里哈，我们就该摆哪里。对，之前的话我们铺的话也是没有铺草皮的，所以说看着就全是黄泥巴，就没有那味道。盖起来确实花了不少，真个，确实想要盖的这个效果确实不容易啊，确实是。但是大家反正我们房子盖起来了，必须要干得好看。老人他们不怎么喜欢喝茶，哥不喜欢喝茶。等那边明天吧，我看一下再铺上就更好看了。花坛就没有搞什么东西。我等一下看一下吧，豪哥，我等一下看一下。谢谢你哈，3角梅55一盆，这个我贵的花了有将近100多块钱一盆，便宜的也是几十块的也有，就石头上是吧？旁边种一棵树，然后点缀2棵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叫兰花吧？什么兰我不知道，但我就看到它特别好看，特别适合我们院子，我就买回来了，买了10棵这个草。这个叫啥？吊兰。它到时候会开花吗？这个在国内大家买是多少钱一盆呢？这个大家买的是多少钱一颗呀？就像这么大的，10块钱，10块不开花哦，不开花哦，我知道了，5块10块的。我们在这里买的话，大概是6万20块一颗，就这个一颗20块。施肥我们明天会施的，宝哥有好多稻草，然后我们铺草籽或者是什么的时候，给它搞点那个稻草灰。开小白花，那挺好看啊，开小白花哈。反正就先种着嘛，没必要说非得要值钱的，不是的主要是好看就行了。什么都不用啥都讲钱嘛，是吧？该买的就觉得好看的就买回来，然后给它铺上。对，反正好看就行。主要是它搭配的好，你像这个石头后面搞一颗这个兰花，是不是特别好看？你如果是单独的一颗石头放在那里又不好看没有那个感觉。就是为了点缀一下咱们的花坛。金丝楠木没用，金丝楠木这些都没用。金丝楠木你像100年成材吧，那个有什么用？没用的，没用。然后大家说的月季在这呢，月季呢，蔷薇，这里有90根，随便种，只是说它那个要发芽什么的就有点慢，长根的话，就这个，到时候把那个门口都种上，蔷薇，对，这个慢慢的种嘛，这个反正不着急。种了2棵荔枝树，可以呀，哥。但是我们去看一下哪个地方有挖一棵过来，或者买一棵。上次我们因为去了那个苗木市场，它没有那个荔枝树，所以说没买回来。这个是花坛。看这个吗？在这里吃火锅，人多嘛今天。
给你们看小诺。大家好。阿南谁？你谁呢？榴莲树种了哥，榴莲树种了2棵啊，必须的。种了2棵，买了2棵过来。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哪些缺少的，大家根据大家的建议，然后我们呢就看一下这边有很多树能种的，咱们就搞过来，大家一起帮忙点点赞嘛，我们上人嘛，就支持一下，大家帮忙，我们上人。谢谢不忘初心哥。然后有灯牌，咱们亮灯牌嘛，点点赞啊，有人机票解锁嘛。嘴哥，要老婆不要？熬啊？不好了，不要了。不好了。不要了。不要了。มีคนมาโลมี啊？不要了。不要老婆了，老刘啊。谁啊？你老婆啊？一问他就不要。一看他手机呢躲躲藏藏，他都打电话给谁不知道。吊兰可以栽培嘛？我们到时候如果它发芽发得多长枝了，咱们再给它插签嘛。给它栽培一下。花圃的话弄得给大家看一下吧，大家一直说这个问题的话，咱们去看一下吧。花圃。那个姐夫的呢？不是你哥的那个音箱呢？等一下拿过来。扦插插签，扦插扦插。大家敢看一下他们砌的好不好？来评价一下。这个他们2个人砌的。就他们2个人砌的。分株繁殖，好的。就1米宽。高了点，不高，这个不高。然后就是这样砌的。然后明天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来土，我们一直在等土，等土的话全部把那个土给它填进去，然后再开始铺那个蔷薇呀，然后那个三角梅啥的就给它全部给它铺上。排水孔直接沉降了哥，基本上不会的。到时候如果是走不赢，我们在墙上再戳2个洞，没事。这个不怕。就是这样。现在看的有点空旷，确实不好看。把那个土填满，然后把那个绿植给它种上去就特别好。因为我们的泥巴要填平嘛。隔壁家的那土不好，他那个是沙土，我们想搞点粘土。现在进去，从这个大门这里进来就可以。院子主要是要美观，要种花草，种树的话意义不是特别大简单的种一些小树啥的都可以了。像这些我们都不会让它长得太高，这些树到时候都要剪枝，就不能超过围墙。这些树所有的树都不能超过围墙，除非是果树，果树也给它搞矮一点，不会搞得太高。因为中式的院子里大家应该都了解嘛中式的院子里基本上没有特别高的树，都是风景树啊，这些有造型的那种还好看。月季花种一点必须的，我知道，不是说加别的地方柱子就不管它了，我就是这样想的。这里过来就3根或者4根做一些格栅，就铁艺的格栅，然后这个后面就是做一个背景，就显得那个柱子的话就没有那么细，后面就做一个那种梅花的造型，用铁艺做一个铁艺这样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对，就是不用包的柱子不用包，就加点铁艺进去。就是说现在大家可以搜索一下那个新中式的那个凉亭，就是那种搞点铁艺就给它美化一下，就装饰的作用。这样确实看着有些单调确实有些单调对，就搞点铁艺，就是我们中式的凉亭嘛就要跟别人做的不一样。
像其他的那种，像别人这边的凉亭，就是这个造型，它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感觉，看起来就感觉有点没有那个意境一样的，是不是，富哥？咱们就想着把那个再买一点那个铁的那个方通过来，直接就再做一点铁艺上去，这样就好看。再做2个那个竹帘，现在只是一个半成品，还没有完工。对对对。就是这么设计的，我觉得，因为大家都说不好看，我们就整改；大家说啊都漂亮了啊，我们就可以了，是吧？因为都是大家的期待，我们才把房子盖成这个样子。然后呢，大家都说哪里不太美观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该修整的修整，就想一个方案，把它进行美观。